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彩券做公益，大师是有善就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来看咱拜三分享的版路，一束枸杞顺利开出，恭喜有得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5月15，拜四，有几套版路要分享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加码2种1，咱对4月14开始5期一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固定5期一届。第2期10加3 13加12 22 13 22下2期1、2开22个，19加3 22加12 31 22 31下2期1、2开31个。05加3 08加12 17 08 17下2期1、2开17个。19加3 19加3 22加12 31 22 31下2期1、2开31个。09加3 12加12 21 12 21下2期1、2开21个。10加3 13加12 22 13 22下2期1、2，这个是5月15拜四要用的。13 22 2种1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嘛是2种1。咱对12月12开始，29的第5期，顶一期第1期的尾数4尾加1 5尾用15 35，29的下2期1、2开35个。1月初9，29的第5期，顶一期第1期的尾数2尾加1 3尾用13 33，29的下2期1、2开13个。2月12，29的第5期，顶一期
第一支的尾數空尾加一，一尾用1131。29的下兩支，節2開11個。2月27，29的第5支，頂一支，第一支的尾數3尾加1，4尾，用1434。29的下兩支，節2開34個。5月13，29的第5支，頂一支，第一支的尾數8尾加1，9尾，用1939。29的下兩支，節2。這就是5月15拜四要用的。1939，學綜藝，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即擺是加碼的學綜藝，咱對5月初一開始兩期一屆，節2吼，固定兩期一屆。第5期39減13，26減12，27，26、27，下兩期節2開27個。31減13，18減12，19，18、19，下兩期節2開18個。39減13，26減12，27，26、27，下兩期節2開26個。33減13，20減12，21，20、21，下兩期節2開20個。36減13，23減12，24，23、24，下兩期節2開23個。29減13，16減12，17，16、17，下兩期節2。這就是5月15拜四要用的。16、17，學綜藝，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即擺是5期，咱對4月18開始，36的第5期，下4期固定加6，節2、3、4，咱對19開始，19加6，25。36個下4期，節2、3、4，25。
25+6=31，36个会死记，1、2、3、4，31。31+6=37，36个会死记，1、2、3、4。这就是5月15拜四要用的37国旗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加看煞，爱甲大师兄三九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